理論上嚟講，貓係非常友好嘅物種，因為攻擊唔係佢哋首選嘅行為。當貓攻擊嘅時候，人類先停止冒犯貓嘅行為。貓就學識咗一樣嘢，原來之前我俾嘅所有信號都係無效嘅，最有效嘅行為就係攻擊。霸成貓嘅行為問題都係因為滿足唔到佢最基本嘅需求而導致嘅，佢哋就有機會產生更加大嘅衝突，同貓砂盤得一個出口係一樣嘅邏輯。貓唔去貓砂盤去廁所，除咗同貓砂盤有關，都會同貓嘅焦慮有關、醫療有關。好多人會覺得尾巴向上係開心自信嘅表現，呢個唔係完全正確，因為貓開心嘅時候尾巴都可以向下。既然我哋唔想要呢個行為，咁我哋想要嘅行為係乜嘢呢？理論上，當 A 行為同 B 行為唔可以同時出現嘅時候，只要我哋不停獎勵 A 行為，咁 B 行為就會減少甚至係消失。咁之後佢遇到同樣嘅情景，就唔會再用搶嘢食嘅方法嚟拎嘢食，而係安靜地坐低。好多時人類嘅挑食標籤係因為貓唔喺人類期待嘅時間食嘢。我哋需要了解佢哋接納唔到對方嘅原因係乜嘢，動機係乜嘢，會唔會有焦慮嘅存在。所以貓爪板嘅功能唔係用嚟無指甲嘅。領土範圍大概喺30萬平方米，差唔多係42個標準足球場。如果人類唔介入嘅話，兩隻貓嘅衝突就有可能越嚟越嚴重。其實貓會接納另外一隻貓唔係必然嘅，當資源唔充足嘅時候就好容易產生競爭嘅行為。貓嘅敏感期好短，只有49日。過咗呢段時間，年紀越大就越難去做社會化訓練。喺貓嘅世界，佢唔會因為你開心而我開心，佢只會因為我開心而我開心。皮皮come。當貓嘅行為涉及到神經方面嘅問題，就已經超出咗訓練師嘅範疇，係需要藥物同訓練師同時存在。過度喵叫有可能係表達對人類嘅需求，都有可能係醫療方面嘅分離焦慮症。